香港嘅華人地方堂會有1300幾間，你有冇諗過點解要有同福堂嘅出現？首先，我哋介紹一下同福堂嘅成立。喺1991年8月，有20幾位本來喺廣福堂聚會嘅弟兄姊妹被神感動，建立咗同福堂。呢個名嘅意思就係同心合意興旺福音。教會最初嘅聚會人數大約60人，當時嘅服侍對象係以白領為主。呢個亦都係建立同福堂嘅核心成員，最有經驗去服侍嘅群體。喺90年代嘅香港，白領已經由中環延伸到灣仔同埋銅鑼灣，再加上當時有弟兄姊妹喺銅鑼灣工作，教會就順理成章選擇咗銅鑼灣作為堂址。教會亦都參考咗廣福堂租用酒店作為崇拜地點嘅模式，租用咗利苑酒店。但2年後，因為利苑酒店要拆卸，教會就租用天后嘅景香樓作為會址。同福堂成立嘅時候，香港正準備回歸祖國，有好多香港人感到前景唔明朗，內心冇平安。神就透過教會，讓人喺震動嘅環境當中睇見一個不能震動嘅國度，就係耶穌掌權嘅國度。凡承認耶穌係主嘅人都能夠經歷天國嘅平安同埋盼望。同福堂成立之後，我哋可以從3個階段去睇神對同福堂嘅帶領。第一階段，我哋見到教會穩步擴展，弟兄姊妹嘅關係非常緊密，大家又係朋友，亦都係屬靈嘅家人。雖然聚會嘅人數唔多，但係各人毫無計較咁樣服侍神。教會嘅合一帶嚟神嘅祝福，教會嘅人數亦都穩步增長。人多咗，教會就要更大嘅地方聚會。但係喺尋找地方嘅過程當中，亦都遇到唔少困難。神亦都藉此提醒教會，神看重嘅唔係地方，而係人嘅心係咪同神嘅心對齊。當教會合一，加上弟兄姊妹尊榮神，神就準備教會進入復興嘅浪潮。首先，神透過陳慕賢博士去準備弟兄姊妹禱告嘅心。陳慕賢博士喺教會舉辦有關禱告嘅講座，佢強調信徒要為教會嘅復興祈禱，佢亦都好着緊祈禱，大大咁樣激勵咗弟兄姊妹都要為自己嘅教會禱告。結果本嚟只有幾位嘅弟兄姊妹參加嘅祈禱會，變成每次都有幾十人，大概係教會60% 嘅人數出席祈禱會，為教會求復興。神亦都預備弟兄姊妹渴慕聖靈嘅心。當時有嚟自世界各地嘅屬靈領袖同埋群體，為香港教會嘅復興祈禱同埋舉辦特會。有部分同福堂嘅弟兄姊妹喺特會當中被聖靈充滿，公開認罪悔改，生命亦都俾聖靈更新。當其他弟兄姊妹見到佢哋嘅改變，亦都感到好奇，渴望自己亦都能夠咁樣去經歷神。結果當時接近200人嘅教會，超過一半人被聖靈更新。同福堂亦都漸漸變成對聖靈開放嘅教會。復興冇特定嘅方程式，全部都係神嘅恩典。但復興嚟到之先，教會必須合一，並且凡事尊榮神。去到1999年，教會進入第2階段，經歷權能嘅服侍。神透過弟兄嘅異象同埋教會同心禱告，將新都戲院賜俾同福堂。當時只有100幾人嘅教會，能夠購入港幣4250萬嘅物業，絕對係神蹟。2001年，同福堂正式搬入摩頓台，第一次崇拜已經達到800幾人。神又賜俾教會有新嘅託付，弟兄姊妹有領受，教會要成為更大嘅群體，將會有好多嘅財寶流入教會。而所有財寶都要祝福貧窮人，於是教會展開多種類型嘅福音工作，收到嘅奉獻都用嚟祝福基層。當教會尊榮神，神就將得救嘅人數加俾教會。試過佈道會尚未開始講道，已經有100幾人決志接受耶穌。神又將各樣屬靈嘅恩賜賜俾教會，讓弟兄姊妹喺服侍嘅過程中經歷神嘅權能。神嘅奇妙作為喺同福堂不斷發生。2003年係香港嘅艱難時刻，SARS 疫情嘅發生，香港被世衛定為疫區。
有幾間教會同埋機構嘅牧者有領袖，要喺維園為香港禱告52天，並且喺香港當眼嘅地方長期擺放一個高舉耶穌嘅牌。最後，同福堂喺灣景樓嘅天台樹立咗耶穌是主呢個燈牌，喺禱告嘅第52天亮燈。就喺嗰一日，世衛取消香港係疫區。呢件事再次顯明耶穌嘅權能係一個不能震動嘅國度。同年，教會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復活節崇拜，有數百位嘅弟兄姊妹回應呼召，奉獻俾神。於是教會成立咗同福聖經學院，讓弟兄姊妹喺聖經真理同埋聖靈嘅工作上邊並行成長，為神嘅國裝備更多僕人領袖。神亦都帶領教會喺聖靈工作上有新嘅突破。傳統嘅崇拜係由主席帶領聚會進程，而同福堂亦都喺嗰段時間開始改為敬拜作為崇拜嘅開始，邀請神嘅臨在主導整個聚會。以前嘅唱詩改為敬拜讚美，每個弟兄姊妹都係站喺神嘅寶座前嘅詩班員，喺敬拜當中與神相遇。喺禱告方面，教會開始有先知性嘅禱告，領受神對個人同埋教會嘅帶領。有唔少人喺聚會當中流淚，因為人嘅心被聖靈觸動，流出感恩嘅眼淚，所以有人稱同福堂為同哭堂。同福堂喺聖靈更新當中亦都有挑戰，有部分嘅弟兄姊妹對聖靈工作持有唔同嘅理念，最後轉到其他教會聚會。2014年嘅雨傘運動，教會裏邊亦都有唔同嘅聲音，但係因為弟兄姊妹嘅關係良好，教會尚算安穩度過。去到2018年，教會嘅人數已經增加到3000幾人。雖然人數多咗，但係弟兄姊妹仍然以合一同埋火熱嘅心去侍奉。願神嘅名被高舉，願天國嘅祝福進到社區。去到2019年，教會進到第3階段，外在嘅環境對香港眾教會造成極大嘅衝擊。同福堂亦都唔能夠獨善其身，不過挑戰亦都帶嚟對信仰嘅反思，令到教會更深明白信徒生命係要不住更新嘅重要性。2019年嘅社會事件導致有部分嘅少年人同埋同工離開教會，事件尚未平息。2020年嘅新冠疫情突然出現，影響咗教會嘅正常運作。教會慣常以實體嘅方式進行聚會，但係喺疫情下都要轉為網上進行。2023年當疫情過去，教會踏上復常之路，但唔少嘅弟兄姊妹已經習慣咗喺網上聚會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變得疏離。弟兄姊妹同教會嘅關係就更加受影響。雖然有弟兄姊妹離開教會，但係又有新朋友或者嚟自其他教會嘅弟兄姊妹加入，環境不停咁改變。但同福堂堅守神嘅吩咐，教會要合一，心要尊榮神。所以由2023年開始，教會同工定期舉辦聆聽神聲音嘅聚會，喺禱告當中等候神對教會嘅吩咐。教會亦都冇忘記神託付俾同福堂嘅使命，就係傳福音同埋服侍貧窮人。所以當疫情過去，教會就重啟多項福音工作。神恩待同福堂，差派多位屬靈領袖同埋老師嚟到教會舉辦課程，幫助弟兄姊妹喺聖經嘅基礎上邊認識聖靈，生命不住咁樣被聖靈更新，塑造榮耀神嘅屬靈品格。歷史唔單止係回顧過去，更加重要嘅係從中明白神對我哋嘅啟示。昔日同福堂嘅復興源於教會嘅合一同埋尊榮神。今日同福堂亦都持守合一嘅心，並且鼓勵弟兄姊妹要渴慕聖靈，讓人喺我哋嘅生命當中睇見神嘅奇妙作為，見證耶穌復活嘅大能。我哋亦都帶住期待嘅心，預備自己嘅生命被神興起，為主發光。